而準備嘅時間咧，通常要視乎比賽嘅難度去進行相應嘅調整嘅。OK。而通常參加發明大賽咧，我哋要大約3個月嘅時間去進行準備。而競技挑戰賽咧，就一般要1個月左右就得㗎啦。哦，咁都非常之好啊！ Hello，滿心到你啦！Hello，你好。我想問咧，其實咧參加咗咁多比賽啦，或者咧學咗咁多嘢，對你自己嚟講咧有咩改變啊？參加比賽之後，我覺得自己嘅溝通能力提升咗好多。比賽嘅過程亦都令我明白到團隊合作精神嘅重要性。因為喺比賽入邊，大家都擔當住唔同嘅角色，我需要同組員、老師好好溝通，一齊商討比賽策略，從而得出共識。成個過程大家互相扶持，令我哋嘅信心同埋創意都不斷提升，更加令我哋喺比賽入邊獲到優異嘅成績添。另外 STEAM 比賽亦都俾到我好多機會同唔同人士接觸，例如長者、醫生、科技